各位觀眾好，歡迎收看本期視頻。64歲嘅安德尊入行40載，從亞視嘅搞笑藝人到 TVB 嘅金牌主持，從藥劑學高材生到橫跨影視投資嘅多面手，人生軌跡早已足夠傳奇。而真正令到佢常年佔據娛樂版頭條嘅，係身邊從未斷過嘅紅顏知己。節目拍檔宋之齡，陪伴20年嘅前助手 Sophia， 神秘現身嘅翻版高海寧，三位女性輪番登場，構成咗佢情感世界嘅三足鼎立。安德尊嘅人生起點本同娛樂圈毫無交集，佢出身富貴，家族喺元朗擁有龐大產業，被譽為元朗地王。優渥嘅家境讓到佢得以接受頂尖教育，大學時期主修藥劑學，原本計劃畢業後投身醫療行業，成為一名專業藥劑師。然而命運嘅轉折往往猝不及防，一次偶然嘅機會，佢因外形俊朗、性格開朗，被星探發掘，受邀參與綜藝節目嘅搞笑環節錄製。正係呢次無心插柳，讓到佢發現咗自己喺舞台上嘅天賦。幽默風趣嘅談吐，收放自如嘅表現力，讓到佢迅速喺節目中嶄露頭角。80年代，安德尊正式簽約亞視，開啟咗職業生涯嘅第一步。佢憑借主持節目下午茶積累咗初次人氣，真正令到佢聲名鵲起嘅係歷史科普節目《歷史也瘋狂》。喺節目中，佢以詼諧幽默嘅方式解讀枯燥嘅歷史知識，打破咗傳統科普節目嘅嚴肅框架，既兼具知識性同趣味性，又展現咗深厚嘅文化底蘊，一舉成為亞視嘅當家主持。90年代，佢轉投 TVB， 事業迎嚟新嘅高峰。一方面，佢持續深耕主持領域，喺流行都市、都市閒情等節目中，憑借親切自然嘅風格圈粉無數，尤其深受師奶觀眾喜愛。另一方面，佢跨界轉型演員，參演咗《醉打金枝》、《洗圈錄》、《跨時代》等經典劇集，飾演嘅13爺等角色深入人心，至今仍俾觀眾津津樂道。喺事業穩步發展嘅同時，安德尊嘅投資天賦亦逐漸顯現。佢繼承咗家族嘅商業頭腦，早早開始佈局資產，喺元朗同人合資購置地皮，喺加拿大持有多套物業用於收租，更喺股市市場斬獲豐厚利潤。2022年，佢節目中自爆經宋之齡介紹喺韓國買低咗一座山作為投資，消息一出震驚全網。原來呢位熒幕上嘅搞笑擔當，早已經係身家過億嘅隱形富豪。佢接 job 從來唔問報酬，並非唔在乎收益，而係財富早已實現自由。工作於佢而言，更多係興趣使然。呢種財富自由加事業熱愛嘅狀態，亦為佢日後嘅情感選擇埋下咗伏筆。經濟獨立令到佢無需為現實妥協，而多年喺娛樂圈嘅浸潤，讓到佢習慣咗聚光燈下嘅多元關係。安德尊嘅感情世界向來係霧裏看花，而近幾年嘅一系列事件，令到呢一場迷局越發清晰。佢嘅身邊始終圍繞住3位身份各異、關係微妙嘅紅顏知己。宋之齡係安德尊最廣為人知嘅緋聞對象，兩人嘅緣分始於 TVB 節目《流行都市》嘅合作。呢位中韓混血嘅港姐出身藝人，不僅精通多國語言，更兼具商業頭腦。早年創辦韓語學校，講述韓流熱潮，賺到盆滿缽滿。近年涉足金融圈炒輪證，被封輪后，仲曾參選區議會選舉，即使落選亦都賺足知名度，係圈中公認嘅隱形富婆。佢同安德尊相差17歲，卻因為共同嘅投資理念同工作默契，成為外界眼中嘅天造地設。2021年，兩人被港媒影到喺新蒲崗手拖手行街，舉止親密毫不避嫌，緋聞就此引爆。儘管雙方第一時間否認戀情，稱只是好友，但後續嘅互動同不斷打破普通朋友嘅界限。安德尊生日 party 上，宋之齡高調現身，佢開心咁將其摟入懷中，半開玩笑咁話：佢年紀大咗，揾唔到，隨便掹住我嚟湊數。節目中，兩人示範傳統拜堂儀式，舉手投足間嘅默契就好似真夫妻，引得咗網友紛紛留言。
太親啦。更關鍵嘅係，安德尊對宋之齡展現出十足嘅信任，不僅喺投資上言聽計從，甚至將韓國買山咁樣嘅重大決策交俾佢主導。呢種涉及核心財富嘅合作，早已超越普通同事嘅範疇。2025年，好友林嘉華喺節目中逼宮安德尊，追問其感情狀況。當林嘉華提及擺酒時，安德尊笑住回應佢走咗啦。而當時宋之齡啱啱離開現場，呢一幕被外界解讀為間接認愛，無數網友送上祝福，認為呢一段地下情終於要浮出水面。然而熱度未消，安德尊嘅態度就發生咗180度轉變。喺隨後嘅一場公開活動中，記者提及宋之齡嘅名，佢即刻以今日係品牌活動，唔傾私事為有封口，眼神閃避，同此前嘅曖昧態度判若兩人。呢場認愛反轉，讓到原本明朗嘅關係再次陷入迷霧。如果話宋之齡係安德尊台前嘅最佳拍檔，咁前助手 Sophia 就係佢幕後嘅靈魂知己。自2005年起，Sophia 就出現喺安德尊身邊，從工作助手到生活伴侶，默默陪伴咗近20年。早年兩人多次被影到出雙入對，拖手過馬路，並肩行商場，姿態自然親昵，完全唔似普通嘅上下級。即使後來 Sophia 轉行從事保險，呢段關係亦都未曾中斷，佢依然係安德尊身邊最親近嘅人。安德尊曾喺電台訪問中罕見談及 Sophia， 當被問及呢位等咗你20年仍未嫁嘅女士是否仲喺度等你時，佢沉吟片刻，語氣溫柔咁回應：我希望佢係啦。你儲定人情。一句說話令到外界浮想聯翩，但話音啱落，佢就話鋒一轉，明確表示我唔想結婚，適婚年齡亦已經過咗。呢句溫柔有殘酷嘅說話，道破咗兩人關係嘅本質。佢感激佢嘅堅守，卻唔願意用婚姻給予承諾。20年嘅陪伴，冇換來一紙婚約，甚至冇公開嘅名分。Sophia 嘅隱忍與執着，成為安德尊情感世界中最令人唏噓嘅一筆。就喺尊齡戀沸沸揚揚，Sophia 嘅堅守引人感慨時，第三位女性嘅出現，讓到安德尊嘅情感版圖徹底變成咗三足鼎立。2025年度，安德尊喺灣仔出席長者活動時，身邊多咗一位陌生女子。佢外貌溫婉，氣質賢淑，因長相酷似 TVB 女星高海寧，被港媒稱為翻版高海寧。活動現場，呢位神秘女子全程陪伴喺安德尊身邊，並非工作人員，卻時刻關注住佢嘅需求。活動結束後，佢細心咁幫安德尊拎起咗換低嘅橙色西裝，動作自然體貼。隨後，安德尊親自駕車車佢前往銅鑼灣，以此共進晚餐，深入交流。一路上，兩人談笑風生，安德尊被佢逗到開懷大笑，神情輕鬆寫意，完全冇面對媒體時嘅警惕。呢位新歡嘅出現，讓原本就複雜嘅關係更加撲朔迷離。網友紛紛猜測，佢係一時興起嘅邂逅，定係長期潛伏嘅知己？安德尊對佢嘅態度，是否會取代宋之齡同 Sophia？ 而此時，好友鄧兆尊嘅一番話，為呢場迷局提供咗關鍵線索。鄧兆尊本身就係圈中享齊人之福嘅代表，公開擁有3位女友且不婚。佢喺節目中直言，安德尊嘅性格同我一樣，係唔會結婚嘅人，並暗示佢身邊嘅伴侶另有其人，唔係宋之齡。呢句說話如同撥開迷霧嘅鎖匙，令所有人恍然大悟。安德尊嘅周旋，並非喺選擇邊個係真愛，而係喺度堅守不分嘅人生原則。64歲嘅安德尊早已過咗被催婚嘅年齡，亦無需為生活奔波。佢嘅晚年生活依然保持住忙碌而自由嘅狀態，繼續喺 TVB 主持節目，偶爾參演劇集，得閒嘅時候打理遍佈各地嘅資產，身邊圍繞住3位紅顏知己，卻始終唔願踏入婚姻嘅殿堂。安德尊嘅不婚主義並非一時興起，而係經過深思熟慮嘅人生選擇。佢曾多次公開表示，適婚年齡已過，但更深層嘅原因係對自由嘅極致追求。作為身家過億嘅富豪，佢無需通過婚姻鞏固財富。作為資深藝人，佢早已習慣咗聚光燈下嘅多元關係。
而從性格嚟睇，佢享受被陪伴嘅溫暖，卻抗拒婚姻帶嚟嘅束縛與責任。喺佢睇起身，婚姻係一種契約，會限制個人嘅自由，而佢更願意維持一種進可攻退可守嘅情感模式，同宋之齡合作共贏，共享事業與財富，同 Sophia 相互扶持，獲得長久嘅陪伴，與新歡輕鬆相處，感受新鮮嘅悸動。每一段關係都有其價值，卻無需用婚姻嚟捆綁。好啦，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。如果你鍾意本期視頻，歡迎點讚訂閱，我哋下期再見。